到调记的歌曲要立即搜寻，把歌曲名称前面加上井字哈，在自己频道社群发布贴文。你看哦，现在要选点按第9项，有超连结，点按超连结。哇，这个形式是另外一种，还有另外一种是那个两张画面的，2张影片缩图的，那个是 YouTube 影片的资料库目录，这是另外一种形式。那这个怎么加入播放清单呢？在这个影片画面右下角3个点按下去，3个点按下去，然后第2项储存到播放清单，然后等它出来，勾选第2项，按完成，这样就加入。